三界轮回不还身，或许铁骨与同金。九州万国之安心，四海千山安为而尊。想不到俺老孙闯来闯去，闯了个齐天大圣。玉帝，请我独立桃园，按今日上任，只见前呼后拥，花落盖顶，好气派也。前呼后拥，威风浩摆头抬，生命不小，穿一件马龙袍，戴一顶金花帽，俺可以拜了闯将西门。
小仙徒弟是也。今有王母娘娘设下蟠桃盛宴，欲请各路神仙前去饮赏。明末玉妻仙女前来择取仙桃，想玉帝命那花果山美猴王齐天大圣为桃园看守，待我前去通报于他。这里是了。啊，大圣！啊，大圣！啊，大圣到哪里去了啊？大圣到哪里去了？哎呀，大圣！哎呀，大圣！啊，徒弟，到此则甚呐。哦，今有王母娘娘设下蟠桃盛宴，欲请各路神仙前去饮赏。命我与七仙女前来择取仙桃。啊，徒弟，但不知这蟠桃会上请的都是哪几路神仙？No， 啊！有西天如来佛，南海观世音，上八洞神仙，中八洞神仙，下八洞神仙，我赤脚大仙还有。徒弟，但不知可有俺老孙的座位？这倒不曾提起。大圣，怎么样了啊？不妨事，徒弟择桃去吧。大圣，请。大圣，请。嗨，想俺老孙乃天地间一位神仙，怎么这蟠桃会上竟误用俺老孙的座位，实是可恼。有了，待俺闯进瑶池，叫他过天翻地覆，这的是亲身闯入瑶池宴，大闹蟠桃会春仙。
呀！忘了吃相遇了绕见苍松翠柏一角。来此一时要事，里面有童儿把守，怎生进去？待俺便些瞌睡虫儿，叫他们装作就睡。嘿嘿，他们睡着了，待俺闯了进得去。老孙好运气，
也，俺可也愿不下，金宝餐吃聆听，龙肝不恼有酒在此，饮君将玉相劳，饮君将玉相劳。这许多的好东西，老孙岂能吞吹得下？待写回去，与子孙们共享。斗吕公，我怎么到不了太上老君的地方来了？我啊，正要会会这个老头儿进去，进去，老头儿，老头儿，老头儿，这个老头儿往哪里去了？他往哪里去了？哦，是了。莫不是众仙家起来到复盘讨将他降妖，那便向你的下国饶，俺可以上前去。细看分晓，却原来自己葫芦蕊，欺瞟陛下意，当然了。
好啊！原来是金丹，我想是人。嚯！得引领金丹成大道，老孙我只当做朝斗二叫一包，朝斗二叫一包。不好，此货闯得不小，趁此无人，但我走了吧。溜了吧，走了吧。们，相拥去吧。谢谢。好，谢谢赵磊。那我们一说起这个《西游记》，一说起孙悟空，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位和他息息相关的人物，就是孙悟空的师傅唐僧玄奘法师。那么，在这个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呢，有一出戏呀，就是讲述的玄奘寻母、因事认子的这样一个过程。它也被昆曲的舞台上认为是对于《西游记》来说是具有节点意义的一出戏。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浙昆代字辈的学员王恒涛和钱华仪，带给我们这一出《认子》，一起掌声有请。
旋转，奉师父之命来到洪州寻访母亲，这一路风来，是此间河楼之内就是，但不知我母亲苦在里面。有了，我不免打坐在此，这座华宅的访问变了。阿弥陀佛，华宅。启发父亲不到头，可恨则自是寂寞，强抱孩儿江中跑，谁与儿妇报大仇？我那江流
万事来，皆是苦道。若风顺，要系一月才到。那金山寺可是大厦之所？是大厦之所，万众可有。贫僧告斋了。好奇怪呀！这小师傅的面貌，好似我丈夫陈光瑞模也是8岁了。若我孩儿在世，也是18岁了。应是把
在幕府中才得8个月。知了，你怎知许多的百姓？我师父带下传世，在金山下拾得一个彩虹，内有金钗也骨血是也风，莫长老收留。我7岁能文，15岁通经，今年已是8岁了。师父命我来到洪州寻访母亲的。是也夫是此，我这里有朝鲜的模式在此，两下对来看，可是一样的。好，待贫僧过多。是学士，此子之父，乃海州弘农神也。姓陈名我，字光瑞，官拜洪州太守，谢家小，买州江上，与水泽刘洪，将父推是江中。甚系金钗也故学士也风，望人者怜而久之。此子乃贞观3年11月15日子时节生，别父名字唤作江
孩儿寻找刘泽，替父报我仇。且慢，那则手足较多，不可照此。你可知头水不着，反伤其气。你心也会善，且你师父到来，商量报仇，别离。今以母亲赐命啊，母亲在上，但孩儿大礼参拜。手是
啊，母亲来此一事交爹，孩儿就此拜别了。不用拜了，快快过江去吧，母亲。哎后生可畏。我们浙江昆剧团呢，你看年轻的演员是非常投入，情感也很细腻啊，所以很多不熟悉戏曲的观众认为戏曲演员更多的是程式化的表演，不是这样的。演员非常投入，刚才看到我们2位主持人在后面坐着，对，感动到了，真的是，就是入戏之后哈。那张老师，其实我们也想到了，在这个昆曲舞台上的这出戏呢，就联想到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当中的这一出戏了。就是我记得当时好像唐僧的母亲是著名的黄梅戏演员马兰老师扮演的，印象也是很深哈。但我们电视剧里头就这个情节。大概不到10个镜头，很简单，所以我们你看昆曲这些精华的经典的折子戏啊，它的文学结构啊，包括他演员的细腻的表演，丝丝入扣，可以演40多分钟。是啊，是啊，非常棒。你看他的唐僧演是小生演员扮演，那么像绍剧啊，还有一些地方戏的演《西游记》的一些剧情故事当中，有很多是老生演员。扮演唐僧的，是的，哎，那张老师啊，我们都知道呢，就熟悉您的观众都是一看您就是当年是演这个86版的央视《西游记》当中就演孙悟空，演主角，演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人物。那我们也挺好奇，不知道好不好意思问，您跑过龙套没有？我就是从跑龙套开始的。真的呀？这个地点在哪呢？就是40年前我现在这个地方。胜利剧院，胜利剧院，您当年跑龙套的地方。哎，给我们的周传英团长、王传松老师，他们的经典剧目，还有很多老艺术家演15贯，我就站在后头演什么青袍，哎，站在那不用表情，不用动作。那时候我们年轻啊，觉得演员应该入戏啊，有时候皱眉头，有时候生气，有时候着急。导演回去，老演员跟我们讲了，不要做表情啊，你这个表情一做完，把那个细节搞糟出来。龙套一场戏了。你别在那边就是戏曲，他不要求你这种龙套的演员或者棋牌的演员，只要是一种情绪表演就可以了。是。所以我想，真的是很感慨啊！40多年，那时候我演的第一出孙悟空的戏，也是在我们胜利剧院，就是《悟空借扇》。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出的这出《借扇》了。哎，这出戏应该是您在浙昆的舞台上表演的第一出猴戏吧？是的，因为过去大家可能一个是从戏曲舞台上
看到很多猴戏艺术家演的这个故事。80年代中福建京剧团还演过这出戏，尤其是吉林省京剧团还拍成了一个戏曲电影。演孙悟空的演员叫刘喜亮老师，演的也非常棒。里头演铁扇公主那个演员，后来就是大家看到的我那一版《西游记》电视剧当中扮演铁扇公主的王凤霞老师。哦，他也是一名这个戏对的。曲演员。那么绍剧也有，昆剧刚才我已经讲到了从元代杂剧就有《借扇》这出戏。孙悟空的表演更多的风格来自大起大落棱角分明的正派猴戏的表演艺术，就是郑法祥先生他的表演孙悟空的表演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年轻从我父亲那学的这个借扇以后，后来又和我们陈锡林先生，我们一起的同学嘛，他编剧改编叫《悟空借扇》，在舞台上还演来了昆剧的借扇。哎，我看过您那一版的这个借扇，我觉得您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创新，就是把这个铁扇公主像舞蹈一样都托起来了。这张剧照我记得我看过，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呀？是的，因为第一次我演孙悟空的时候，我的老师叫马培林老师，他演铁扇公主。也对。后来那个又换了我的同时代的一个演员叫邢金山老师，他演那个铁扇公主了。所以我们就是在很多这个戏里头都是一起合作，一起研究怎么能够继承初心发展。所以用了一些，因为马培林老师学舞蹈的，加了一些托举的一些动作。现在看来不一定完全说是非常成功，但是有这样的一种创新的一个意识。包括孙悟空借了定风丹以后，我们还拿了一个绳索做了很多像那个九节鞭这样的一些武术类的动作。所以我想艺术，尤其戏曲艺术，还在于首先是继承，是初心才是发展。是啊，在当时那个年代，你们有这样一个创新意识，真的非常的了不起。看来一个优秀的演员，真的是从一名优秀的龙套演员开始做起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今天的我们这出《借扇》，是由上海昆剧团的谭笑和浙江昆剧团的白云两位演员带给我们的，掌声有请。大家期待。持便利，万峰巅，保护恩师往西天，托于火山特凶险，为此来求天上仙。适才见一仙姑，我问他铁扇公主今在何处？只见他一言未发，匆匆而去。是我跟随至此，隐身不见，待我四处寻找。
嫂嫂，一下可好？哪个是你的嫂嫂？我与牛魔王有800之交，你岂不是我的嫂嫂？小弟拜见来迟，嫂嫂莫怪。休要花言巧语，你到此作甚？嫂嫂，听了。是因小弟保护旋转法师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前面火焰山不大哥，闻听人言，嫂嫂有一芭蕉宝扇，能吸这山头之火。为此，小弟前来借上我俩嫂嫂，了无推辞，得了。如今我师徒路足火焰山，小弟我专程前来求借宝扇一用，难道嫂嫂就不念这师嫂之情？知了。历届我丈夫有800之交，为何将我子红孩儿断送那观音手下，叫他受尽磨难？今日相见，我与你势不两立啊，嫂嫂！
发，方要变化多一闪，伤得他人心淡落。你孙子也曾经担到过天公犯过，你终究发出气来爱我。
是借山来了。看山。且慢！啊，嫂嫂，你若闪我不动，就将宝扇借与小弟。你若今日至我三山，这宝扇任你使用。此话当真？那我实信以你。灵吉菩萨怎安的定风之，不知可理念呐？好，你站定了。嫂嫂言而无信，待俺便衣小虫，飞日东安来。
小弟在你府内了。哎呀，闻此言家的我当当安心去。嫂嫂，上儿解释不解。我就是不对。啊！世事饶命，快随出来呀！上儿解释不解。我好，你且张开口，待俺看来。多谢嫂嫂。哎呀，张老师，看了刚才那出借扇啊，是不是把您当年自己也借扇的时候的这个一举一动全部都勾起来了呀？剧情一样啊但是表现风格不太一样。嗯。这两位年轻演员，我们浙江昆剧团万字辈的女演员小张啊，和我们上海昆剧团的谭笑啊，演得非常成功，因为他是两个团的演员在一起配合，还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是啊，是啊。我就一直知道啊，就我们中国这个戏曲演员，我一直说，如果有悟性的，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演员之一。因为中国的戏曲演员他难度非常高，国外的很多媒体都知道，中国这个国粹艺术就是京剧、昆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其中之一。培养一个好的戏曲演员非常难。培养一个好的戏曲的武生演员更难。培养一个优秀的孙悟空的演员难上加难。是啊，所以我们要为今天舞台上所有的演员们点赞哈。那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像刚才那出戏当中啊，这个孙悟空就有这个非常经典的耍棍子、耍金箍棒的这个动作了。我们都非常好奇，像您当年练的时候啊，您的这个练金箍棒的那一手啊，在这个影视剧当中给我们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一天要耍多少回？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戏曲演员必备的一些功夫和技巧。我们说技巧是为内容服务，不能喧宾夺主。首先要把人物、把戏演好，这个是最重要的。戏曲演员的唱念、作打、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一戳一站、一举一动，都是有据可循的。所以刚才我们
年轻的演员啊，舞台上有一些小的失误，我们的观众都理解谅解了。是他成功的完成这一组动作以后，大家给他热情的掌声。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啊，我们可能很多的观众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戏曲演员如果舞台上演出机会少，时间机会啊不多的话，他会有很多很多就是你们想象不到的这样的一些难度。首先要在舞台上演。就像王传松老师讲，舞台要滚出来了，他说是滚出来的，是啊，要靠你去演去练。他们演出机会不多啊，所以说偶尔有一个大活动啊，赶一赶，演一演，练一练啊。我们过去演员讲，一天不演不练啊，自己知道；2天不练，同行知道；3天不练，我们的观众就知道了。没错，真的是。如果说啊，我们在座的观众给我们的昆剧艺术、戏曲艺术有大的支持的话，他们的演员的技巧会越来越好。我们给他们掌声，好吧？谢谢大家。让我们观众朋友用掌声来支持我们的戏曲演员们，你们的支持是他们最好的锻炼哈。那熟悉您的这个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您是这个中国和丹麦的友好文化形象大使。那在您的这个牵线搭桥之下呢，我们的由浙江昆剧团和六巧灵童工作室联合，是以丹麦的童话故事和中国的神话故事相结合，也是创新编排了以这个丹麦的童话故事安徒生童话故事改编的叫实验昆剧《红鞋子》，对，红鞋子。还有一部呢是根据吴承恩老师的这个名著《西游记》改编的《真假美猴王》。您在这出戏当中还担任了这个艺术顾问，能不能和我们细说一下这出事儿呢？因为之前我知道我们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著名的京剧武生艺术家张峰先生，先给他们排了这出戏。因为他这个表现艺术风格，孙悟空的表演主要是就是张一鹏先生张派的风格，但是我看到他们的脸谱啊，也借鉴了我父亲那个绍剧那个张氏猴戏这个脸谱，表演风格也吸收了一些啊各自艺术家的一些精华的地方，这个非常好。那么我就看到这年轻演员他们的努力，他们的付出，还需要更多的宣传和推广。所以大家可能看到了，在我们中央电视台戏曲一些著名的栏目。啊，我们东方卫视啊有一个叫《喝彩中华》，对，还有我们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就做我那期专访的时候，我就跟导演提出来，希望邀请到啊我们那个浙江昆剧团那个后辈晚生啊，他们那些好的艺术展示给我们的观众，他们演得非常好，非常出色。当然，他们还有很多就是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余地，所以我特别希望啊年轻的演员、年轻的艺术家，尤其是演孙悟空的演员，他的难度非常大。刚才你讲到，还有我们演员的出手啊，因为这出戏里头没有太多。你像比如说那个闹龙宫里头还有很多宝剑呀、锤呀，那些技巧演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克服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张老师，这个真假美猴王应该说是《西游记》当中猴戏来说，对于孙悟空来说是一个很大挑战的戏吧？应该他这个就是他的功夫是考验比较深的一部戏吧？是的，像大闹天宫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啊、通天河、真假美猴王，这些都是就是作为猴戏演员很经典、很重要的一些故事和段子。那么那时候我演电视剧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我一直在想，因为舞台上是打不倒啊。过去我们在80年代中可以看到一部由福建省京剧团拍摄的京剧《真假美猴王》，那2位演员王进柱先生、徐大松先生也是演得非常好啊，拍成影片了。但是我那个时候，那他也是真假美猴王，2位演员演。后来我演这个续集的时候，我就跟杨洁导演是我的恩师，我跟他建议要求，我说能不能我一个人演真假美猴王？导演说那行吧，他愣了一下，但是因为那个时候高科技技术已经可以解决了，所以当真假美猴王的电视剧在2000年播出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母亲还看了，他们都没认出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因为是我一个人演的。也把自己的父母都给蒙了，是吧？我们还有一位演员不得不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中国京剧院的青年武生，叫丁健先生。他在很多的场景当中，就是比如说真假美猴王，我指的是真假美猴王啊，他跟我2个人演对手戏的时候，我演真的时候。他要去扮上假的，镜头是对着我。等我演假的时候，他演真的是背影，所以人家也付出了很多，默默的付出，而且是默默无闻。我们为这些幕后的英雄鼓掌，好吧？谢谢大家。好，那。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部《西游记》当中的重头戏——真假美猴王。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我们浙江昆剧团的优秀演员陈慧慧和沙国良，来，有请两位猴王，掌声响起。
辛苦了咱重山新城去。空万物不慈悲，狂江山临山，看一片茫茫荒凉烧火焰。徒儿们，师傅，不惧来到何去？悟空，师傅，命你前去打他。遵命，八戒、无尽。大师兄，你们在此好好保护师傅，我去救我来。是喽。师傅，我们走了这么多的路，又爬了这么多的山，哎呦，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还是找个地方弄点儿斋饭吃吃吧。二师兄，咱们等大师兄回来再吃吧。哎呦！请用斋饭。斋饭，好哎，我先吃，我先吃。让师傅先吃。兄啊！无忌，快带马！是。
还佛不心从，今期梦就是此悲龙，真假无我空。相为风，无奈。西天如来问佛是也。今有玄奘师徒4人前往西天取经，路上遇到一妖，化成悟空模样。众弟子尔等退下，待我看过明白。
你二人为何争斗起来？日来佛祖，是我跟随师傅去往西天取经，在中途路上遇见这个妖怪，变化成俺老孙模样，还望佛祖做主。原来如此。你是妖怪，你是妖怪，你是妖怪，呸！找他！你二人不必争吵，就在此地比武，变成将。遵法旨。
谢。